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2月18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4.2亿元，涉及票据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重庆模具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执行法院为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59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609亿元，这彻底的死翘翘了。再看绿地，这个绿地是一家神奇的公司啊，应该算混合所有制，反正他大股东、二股东都是上海合资委，但是实际控制人好像也是个人，他应该跟恒大一起爆的雷，因为他早就是债务都还不清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破产，所以说他是个神奇的公司啊，也没见上海国资委喊着要救他。大家知道绿地有很多省会城市都有绿地的这个叫城市综合体，高楼、商场、写字楼，很多省会城市都有绿地中心嘛，绿地还有酒店，它是个城市综合体。中国经济报报道说，预亏超100亿元后，昔日房产巨头绿地正瞄准新能源汽车出口赛道，就问你服不服？不是光恒大一家想搞新能源汽车，你看连绿地也搞新能源汽车，我记得宝能也搞新能源汽车。说近日绿地宣布成立新能源汽车出口公司，将依托进博会资源，构建国际化经营体系，打造100亿级新能源汽车出口平台，力争在未来3年实现年出口10万辆、年销售规模100亿元的目标。新进入汽车出口业务，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绿地全球贸易港。2月17日，绿地控股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向中国经济报记者表示，我们本身进出口这块业务，现在是将原来的卖车业务和现在进出口业务2方面结合起来，在瞄准新能源汽车出口赛道背后，绿地业绩正在承压。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绿地控股净亏损96亿元，而在今年1月，绿地控股发布公告，预计2024年实现规模净利润为负的130亿到负的110亿。这个绿地我记得它爆雷以后，它2023年已经转型做叫建筑商、承建商，就是你的开发商，你拿个项目，你拿了一块地，你拿了个方案，这个可以由这个绿地来帮你干，绿地只是帮你盖楼，变成一个这承建商，自己不担风险，他也不卖楼，他只帮你建。我记得大家可以翻一翻，这个绿地已经转过型了，这怎么隔了2年又转型呢？开始卖新能源汽车，从这个可以说明房地产开发商转型没那么容易。我记得转型的还有个华夏幸福，河北的华夏幸福也转型做承建商，跟绿地一样，负责帮人盖房子，只盖不卖。华夏幸福去年也是亏损，所以说这房企想改行、想转型没那么容易。证券时报报道，多家房企宣布发债计划。2月18日，绿城中国公告称，拟额外发行一笔将于2028年到期的8.45%美元优先票据。该新票据和将于2025年2月24日发行的2028年到期的3.5亿美元8.45%的优先票据构成同一系列票据。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上次房企发行美元债是在去年7月，去年8月至今1月都没有房企发行美元债。从绿城拟发行美元债来看，标志着房企美元债发行。从今年1月房企发债情况来看，民营房企发债规模显著增加。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1月共有4家民营和混合所有制房企完成信用债发行，发行总金额39亿元，比去年1月增加14.6亿元。这个绿城又发美元债，我认为属于饮鸩止渴。这个美元优先票据利率是8.45%，我觉得这个成本不低。第二个最主要的，你现在发的债按现在的汇率是7.2%几，不到7.3%，但是等到2028年要还的时候，这里面还有个汇率风险，那个时候汇率是8%，那你得多还多少钱呢？你要拿更多的人民币去还，因为你还人家是美元嘛，你拿人民币去换美元。那房企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我认为这是房企在国内就是人民币融资借款很难，借不到钱，所以只好冒着风险借美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媒体报道，2月17日，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通告，
1127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于2024年12月2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向某某已采取强制措施。报道信息显示，向永鹏担任山东万喜房地产有限公司、淄博宣景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淄博终身房地产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据受害人反映，向永鹏以淄博万家平台名义，在淄博高新区、潍坊、临沂等多地开设50余家分支机构或合作网点，通过疑似理财和投资类产品吸引群众投资，涉案金额累计20亿元。也就是山东一个地产实际控制人非法吸收存款被立案。房地产开发商非法吸收存款，实际上他就是拿不到贷款，融资难，铤而走险。我在以前跟大家说过，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第一是银行贷款，因为那利息低，银行贷款利息是最低的。但是银行贷款有条件，它第一你得有抵押物，足额的抵押物，一般是土地。第二个，银行给开发商贷款，它还有很多限制，也就是你不是想贷就能贷多少，所以银行的资金很便宜，但是开发商也拿到的有数有限。所以第二个就是从信托借钱，信托的成本就比银行还高得多，但是没有办法，信托他的抵押物也要，但是形式上你可以商量。所以说搞出什么名股实债，搞出什么证章共管，就把保险柜里面把那公章锁里面，这都是一种风控模式，风控的手段。第三个就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那就比信托的成本更高。后面就是民间借贷，跟别的公司借钱，高利贷。再往后就是没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什么理财，让自己员工掏钱，让员工的亲戚朋友掏钱，那这个成本更高。想你不给10%、20%，那谁愿意把钱给你呢？这个就更容易暴雷。所以你看非法吸收存款，一个企业到这份上基本上要还。当然了，对企业来说最便宜的融资就是上市，跟股民借钱，那不用还，可以增发，那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但那个不算借钱，那不用还。我说的这都是借款。发美元债也是的，发美元债恐怕比私募稍微强一点。也就是说，当一个房企现在还在发美元债的时候，那只能说明他前面那些融资渠道都不畅，借不到钱。我们再看看2月19号，国家统计局70城房价数据出炉。证券时报报道说，时隔19个月，二线城市新房价格首次环比上涨，什么信号？从数据来看，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较上月有所增加，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二线城市新房价格自2023年6月以来首次环比上涨，其中南京、成都新房价格环比涨幅已经连续2个月并列第一，上海二手房价已经连续2个月领涨全国。说业内人士认为，在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后，二线城市房价也开始上涨，说明房价趋稳向好的动力增强，有助于进一步引导市场预期，促进一季度楼市小阳春的出现。这文章说，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转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房价环比继续上涨，二线城市新房价格自2023年6月以来首次环比上涨。数据显示他说1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下降 0.4%， 广州持平，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6% 和 0.2%。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为2023年6月以来首次上涨。三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2%， 降幅与上月相同。这是新房啊。那么二手房呢？1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别上涨 0.1%、0.4% 和 0.4%， 广州下降 0.2%。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0.4%， 降幅与上月相同。环比和同比来看，1月份各线城市房价降幅均继续收窄，就是同比还是下降的。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4%，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5.7%、8.4% 和 5.2%， 上海上涨 5.6%。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5%，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6%，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二手房同比来看，一线城市
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5.6%， 降幅比上月收窄 1.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3.8%、2.3% 和 10%、6.1%。二手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7.6%， 降幅比上月收窄 0.3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8.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个百分点。对于上述数字，这个专家认为今年1月份全国房价指数连续去年4月4季度止跌回稳的态势，房价趋稳的特征更加明显。数据最大的特点是在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后，二线城市房价也开始上涨，说明房价趋稳和向好的动力增强，房价指标进一步改善，与今年1月份交易市场行情表现积极有关系，进一步说明政策利好下市场基本面持续改善。还有一个专家说整体看过去几个月的政策效果非常明显，从房价数据看，整体房价止跌迹象明显。去年10月以来，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下跌城市数量持续减少。我看了这个数字，我来给大家谈一谈这个70个大中城市房价分新房、二手房，分一线、二线。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同比还是下降的。环比什么意思？比12月份涨了。这个是媒体在大肆渲染的。你为什么呢？这个就说明一个逻辑成立了。你一线城市放开，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了，就带动了二线城市。你看看成立了，救市成功了。不就是想证明这个吗？证明这叫止跌回稳，证明这个专家的主意是对的。把一线、二线，一线放开，二线房价就要涨。这里面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上涨，先把上海也跑掉。就上海是个特例，因为上海成交的都是什么3000万、5000万的豪宅日光，它那个新房价格不涨才怪，那个比重得多大？它房价20万一平米，所以你看上海这个你可以刨掉，要么就把豪宅去掉，你单独算，跟咱们韭菜没关系。你豪宅4000万一套、5000万一套，你跟韭菜有啥关系？就把马云的收入你老跟韭菜混在一起算平均，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把这个要去掉，要么上海就不要看了。上海的新房价格涨6%，剩下的什么北京、深圳新房价格环比涨0.1%，我觉得这有可能，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新房跟过去不一样了，只要是新房尤其是恒大暴雷以来，房地产它自身也在变化，他们盖的房子都是改善型，新房里面做刚需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开发商开发的新楼盘，它的瞄准的是那种改善型，所以它的居住条件、环境、房子的品质都有提升，所以导致的房价略微上涨是可以理解的。这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开发商都学尖了，他现在都在宣传得房率100%、110%、还有120%的，就是你买100平米的房子，你实际你买到的房子实用面积恐怕是120平米。为什么？送你一个大阳台，完了这个大阳台你还可以自己把它包起来，包完之后你可以包个书房出来了。以前买房子，你买100平米，实用面积只有70平米，对吧？只要有公摊嘛。那现在的房子把公摊去掉，你还有120，为什么？因为人家送了你更大的面积。那在这种情况下，它房价涨那么一点，因为送的面积它不算房本里面，你把送的大阳台你把它包成房间，它恐怕不在你房本里面，但是你使用面积就多了，所以这么一算，给你房价涨个1%、2%，那不太简单了吗？实际上是降了，你按使用面积算，你房价降了，打了9折。所以所谓的二线城市新房价格上涨跟这个也有关系，也就是开发商现在它的产品面向都是改善型，不是刚需，刚需都被二手房吸走了。第三个，我以前一直说如果你说现在是止跌回稳，你说新房价格涨了，二手房价格也涨了，环比涨了，同比降了，那就说明它降幅慢了，马上就触底了。有没有触底，你就看政策还出不出。如果后面还出救市政策，那就说明它根本就没有触底，这数字不靠谱。如果它后面真的不出政策了，就这么着了，你爱买不买，反正房价已经稳了。如果房价稳了，它肯定不会再刺激。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它还刺激，说明房价根本就没稳，房子还是卖不掉。所以你看接下来这些专家是不是又呼吁一手房一线城市就是北京、上海继续放开限购，是不是呼吁这个利息要往下调？只要这些专家还在建议，那就说明这个房子根本就没有企稳。你不用看那些数，那数也看不明白，那数都是经过修饰的，那数出台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企稳，你赶紧买，不买来不及了，不买价格要涨上去，对吧？它是为这个服务的，所以你就不能全信。你
通过逻辑判断，如果说楼市稳了，真的是止跌回稳了，它就不会再出增量政策，不会再去刺激。只要它继续刺激，那说明它没有企稳，还要跌。我们再看一个跟咱们韭菜有关的，这第一财经报道说，多城宣布控制房可少交物业费，部分物业公司主动降价，这个就是含义吹遍每个角落的一个明证。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说过了，就是有网友问物业费会不会降，那你说你工资降了多少轮，物业费凭什么不降啊？只不过它降得晚一点。说近10年来，在居住品质提升以及物业服务行业市场发展大背景下，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物业费的水涨船高，而近几个月一波物业费降价潮来袭，有城市出台新规给空置房物业费打折。在政府指导下，新规的推动下，不少物业服务企业已经积极响应业主的降费呼吁，部分小区物业费降幅甚至超过50%。有物业公司为了提升收费率或竞标成功率，竟推出零物业费的模式。物业服务行业的竞争加剧，物业费降价会成为一种趋势吗？这第一财经说，近日江苏省镇江市出台新规，对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住宅物业费实施打折优惠。第一财经记者从镇江市人民政府官网获悉，从2025年2月1日起，镇江市住宅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物业费最多交70%。官网中还称，这一新规的出台是落实中央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具体措施，对促进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镇江并非第一个给空置房物业费打折的城市。近几年来，为了提振楼市，已经有不少城市出台过类似举措。2024年6月，甘肃省兰州新区推出12条房地产新政，其中提到，对连续6个月未入住的空置住宅，由业主或使用人书面申请，其物业费按收费标准的50%收取。1年前，青岛也开始实施物业费新政，住宅连续空置6个月，自空置之日起，其物业公司服务费含电梯运行费，按照不超过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60%交纳。除上述城市外，还有无锡、宿迁、扬州、长沙、潍坊、石家庄、常州、烟台等，你看10几个城市。这种政府出台新规降低空置房物业费的情况，近半年来还有不少物业服务企业在业主呼吁降费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对物业费进行了减免。比如重庆的枫花树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重庆嘉利安物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因有20%的业主发出降低物业费的呼声，经协商后，从2025年1月1日起，该小区住宅物业费从1.8元每平米降到1.3元每平米每月。这个就为各个韭菜业主提供了一个样板，你回去你们小区业主20%以上的呼吁降费，那物业就得降，对吧？凭什么工资能降，物业费不能降呢？说物业费降价潮正在重庆蔓延开来。仅不完全统计，2024年重庆就有近10个小区宣布降低物业费。进入2025年，仍有不少小区的业主和物业正在就物业费降价事宜进行协商。我想这个风潮马上就要席卷全国。谁说物业费不能降呢？你看看现在就降了，后面还要降，这就是含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当然了，有的小区物业公司主动降价，但不用这个业主去申请。你看啊，从2024年下半年至今出现的物业费降价潮，可以算得上是物业服务行业内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这种降费潮出现，我认为是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首先来自行政部门主导，比如一些城市降低了空置房物业费，这是为了提振当地房地产市场，由政府出面主动降低业主持有房产的费用。该人士表示，物业企业主动调低物业费，这完全是出于另一种目的，市场竞争。除了政府主导的因素，近年来有物业公司或主动或被动降低了物业费，我认为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市场竞争考虑，反映出行业竞争的加剧。比如物业公司当面对业主联合要求调价，这时候如果不进行降价协商，就有可能面临被换掉的局面。也有企业出于收缴难而主动降费，希望提升缴纳率。总之啊，对吧？各位业主、各位房奴在物业费这儿也可以节约一笔。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案子，说有一个老人花一辈子积蓄全款买房被查封。2月17日，河南洛阳说花800多万买了个大坑，我辛苦一辈子到最后一场空。梅大爷告诉记者，2014年2月，他花费446万元购买了洛阳帝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一套200余平方米的商铺，本以为是一笔稳赚的投资，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2018年，帝豪公司以房产面积无法分割、无法办理房产证为由，要求梅大爷追加438万元，再购买100余平米的商铺。然而，梅大爷支付了这笔款项后，等了1年又1年，房产证却迟迟未能拿到。经调查，早在2014年9月4日，也就是梅大爷购买商铺后的几个月，帝豪公司就将该房产抵押给了银行。后来由于帝豪公司经营异常，商铺被法院查封。梅大爷认为自己购房在先，帝豪公司抵押在后，他的资产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封商铺，但1审2审后认定其购房时间早于抵押，却未支持解封诉求。面对这样的结果，梅大爷表示会继续维权。花800多万买了大坑，叫大爷我评评理，看我是冤不冤。这2014年6月份，在帝豪沙园买这个房子，付的全款，当时是3万块钱一平方，300平方，大概800-900万块钱嘛。我这一辈子我辛辛苦苦生意赚了俩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又借我外边借一股的账，想过养老啊。您这不就买了一间商铺吗？你为什么签订了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呢？14年6月份，当时是花了446万。买了200平，他一直没有办证，又到2018年，这个帝豪公司他说木板分割，这3层楼是一个大证3000多平，你要不增加这100多平，这木板分割不给你办证。2018年又买了100多平，当时在现房，2014年2月21号，物业公司我办的入住通知书，当时都租出去了，等了1年又1年，结果是证还没有办下来，结果是发现我这房子查封了。发现房子被查封了之后啊，梅大爷呀赶紧上诉到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解封房产。那个买东西都先来后到的，是我买靠前，他查封抵押都靠后。法院如果拍卖，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啥也没有落住，到最后落一场空。叫大爷我评评理，看我是冤不冤。1审2审都经历过了，是不是？对，判决结果法院也认定我买房子靠前，但是不支持我。洛阳帝豪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是在2014年9月4号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民生银行把这证又转到长城资产公司，法院如果拍卖，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啥也没有落住，到最后落一场空。在他们的房产处原来房产处就在这儿了啊！以后人都不知道去哪个房子空着。洛阳市帝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异常，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你有他法人电话没有？有。没人接，对。帝豪公司后来经营不行了，大概有从18年、19年左右都不再代理了。您不再代理他们公司的这个法律关系了，是吧？对。看能不能接。今天是周六，是吧？那咱等上了班之后，咱找一趟这个高院，行不行？行，好不好？好。首先10年前，梅大爷还是你大爷，能掏出800万买商铺，这是不简单的大爷，这不是一般的大爷。看样他还不是贷款的，要是贷款的，现在已经爆雷了。800万买商铺。怎么说呢？风险自担。这第二个，确实，因为你买商铺，它那个很多这个商场，它是一张大的房产证，好像也支持切割成一块一块的。但是你把房产证割成一块一块，你出租还得统一租。所以说买商铺很复杂，尤其是大商场的，没那么简单。梅大爷把钱一交，他是。这房地产开发商把整个的商铺抵押是在他买之前的，买之后法院也认定，但是没有用。怎么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是以登记为准。购买你交钱那个发票，那只是一个证据，证明你买了，证明你们达成了意向，一个合同，你把钱交了。真正证明那个房子是你的是产权证，你要登记在有关部门那儿，就是在不动产中心给你发个房本，那个证明就到你名下了。登记在你名下的才是你的，只要没有登记在你名下，都不是你的。所以这个大爷
倒霉就倒霉在这儿。这个官司他打不赢，如果打赢呢，只能是考虑到什么民生，考虑到这个，也就是说有好几百个人都是这种情况，那另当别论。如果就大爷一个人是这样的，那这官司他打不赢。这个也就说明你买商铺买房子中间存在的风险，就是办不了证，你钱交了，房产证没下的原因，一个是房子被开发商2次抵押了，一女二嫁。所以大家无论是买商铺投资还是买房子，要记住了，无论是买新房二手房，这个房子怎么证明是你的？只有完成过户登记在你名下才是你的，否则的存在着法律风险。就他这个案子啊，他这个商铺应该是抵押给银行了，是银行的。那至于这个梅大爷交了800万，那你是跟这个叫你们俩人之间的叫民事纠纷、债务纠纷，你让帝豪公司把钱退给你就完了。那大爷说帝豪公司没钱，那你就告他，申请执行。所以说梅大爷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